你係咪都試過夜闌人靜嗰陣，諗起生死呢條路，個心無端端慌起上嚟，又講唔出究竟驚啲乜。其實去到某個年紀，好多人已經唔怕死，最怕嘅係生不如死，跳喺張床度口不能言，日日拖累啲仔女。但係如果有一日你真係走唔喐，你啲仔女出盡全力，不惜傾家蕩產都要留住你條命，你估呢啲係咪叫大孝？我今日要同你講一個好反常嘅真相，有時候你以為嘅極致孝順，其實係一種無形嘅詛咒。你越係出錢出力做一個世俗眼中嘅好人，個天反而好似越要懲罰你全家。點解會咁？話說喺舊陣時，有一位富商叫炳權，生意做得好大，家財萬貫。炳權自己都已經60幾歲，本來應該係享清福嘅年紀，但係佢日日都眉頭深鎖，連笑都未笑過。點解？因為佢阿爸93歲嘅老太公已經瞓喺張床度足足5年，老人家神志不清，連人都認唔到，每日只能夠靠插喉，人手強行灌流，執嘢落肚嚟維持生命。為咗照顧老父，炳權請咗10幾個工人日夜輪班服侍，每個月使嘅錢真係多到數唔晒。屋企個老管家睇見條數，小心翼翼咁同炳權講：老爺，屋企啲資金又見底啦，老太公啲藥費、人工費真係太重皮。炳權一聽，猛咁拍台大鬧：收聲！嗰個係我親生阿爸，就算傾家蕩產，我都一定要俾佢安享晚年。管家唔敢再出聲，但心入面好清楚，照咁樣燒錢法，成個家族遲早被拖垮。夜深人靜，炳權行入阿爸間房，睇住床上嗰個面色枯黃、骨瘦如柴、呼吸微弱，久唔久仲發出幾聲痛苦呻吟嘅老人家，炳權個心痛到好似俾刀劃咁。佢流住眼淚自言自語：阿爸，你咁樣捱落去，到底係福定係麻啊？就在呢個時候，間房突然吹入一陣陰風，連啲燈影都猛咁搖。炳權打咗個冷震，總覺得間屋有一種講唔出嘅詭異。緊接落嚟嗰幾日，炳權屋企接二連三咁發生怪事。首先係佢大仔喺生意上連環觸礁，幾單傾好晒嘅大買賣莫名其妙咁告吹，損失慘重。跟住二仔喺街度行行下，竟然無端端俾馬車撞到斷咗骨，要喺床度躺平半個月。最令炳權心寒嘅係屋企啲工人一個接一個咁劈炮唔撈，問親佢哋點解，個個都面青唇白咁話：夜晚喺老太公房門口聽到啲好得人驚嘅聲，有人話聽到女人喊，有人話聽到怪笑，甚至有人話聽到好似有鐵鏈拖喺地下嘅聲音。連屋企養開嗰幾隻唐狗，一到半夜就對住老太公間房門口狂吠，點都喝唔住。炳權雖然平時唔信邪，但呢一連串嘅打擊令佢個心寒到落腳趾尾。大仔破財，二仔血光，家宅不寧，好似有一股無形嘅黑氣將成個家族包圍住咁。其實佛家有一部好出名嘅經典叫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，入面早就將呢種現象講得一清二楚。經文提到，當一個人臨命終時，佢身邊嘅眷屬千祈唔好大呼小叫，甚至強行用各種方法去挽留佢嘅肉身。點解？因為你咁樣做，唔單止幫唔到個亡者，反而會令佢生起貪戀或者身恨，加重佢嘅業障，令佢喺生死邊緣痛苦掙扎。我打個比喻俾你聽，就好似一間屋已經爛晒、冧緊，甚至住緊火，住喺入面個人好辛苦，已經執好行李準備行出門口解脫，但係你因為唔捨得佢走，竟然喺出面將道門反鎖，仲喺門口大叫：你千祈唔好揼低我啊！你要堅持住啊！結果點？入面嗰個人走又走唔到，留喺度又要生不如死咁被火燒。呢種強行留住條命嘅做法，對即將要走嘅靈魂嚟講，正正就係最殘酷嘅刑罰。你以為你係盡孝，其實你係將至親鎖死喺一具殘破嘅肉身監牢入面。炳權當晚喺房入面輾轉反側，點都瞓唔落。佢個腦海無端端浮現出細個聽過嘅一個民間故事。舊陣時有個所謂嘅大孝子，為咗俾病入膏肓嘅阿爸續命，不惜賣晒啲田地，最後連自己個親生細路都餓死埋。
結果個阿爸臨斷氣之前，眼厲厲咁望住個仔，講咗一句：我咁樣拖累全家，搞到你絕子絕孫，我死咗都冇面目見祖宗，我真係寧願早啲死好過。諗到呢度，秉權由頭寒到落腳，佢不禁問自己：難道我嘅孝心反而變成咗害人害物嘅毒藥？嗰日晏真，秉權喺書房行出嚟，竟然見到幾個街坊企喺佢大門口指指點點。一個老街坊細細聲講：秉權屋企大白日都咁大陣陰氣，真係野鬼入屋啦！秉權企喺門後，成身僵硬。到底嗰啲夜晚聽到嘅鐵鏈聲同喊聲，真係出面嘅孤魂野鬼，定係另有其人？如果我同你講，一直折磨緊呢位93歲老人家，甚至搞到全家雞犬不寧嘅，根本就唔係咩病魔或者惡鬼，而正正係秉權嗰份自私嘅唔捨得。你又信唔信？我哋試下企喺老太公嘅角度去睇件事，一個人活到93歲，五臟六腑已經衰竭到極點，按照自然規律，佢嘅身體就好似一架已經爛晒嘅老爺車，引擎已經熄咗火，早就應該報廢。佛家講人死嗰陣會有4大分解，即係地水火風呢4種構成肉身嘅元素要散開，呢個過程本身就已經好痛苦。古人形容就好似生龜脫殼咁。喺呢個時候，老人家嘅神識其實已經準備好要離開呢個殘破嘅肉身，去下一個輪迴，或者去一個清靜嘅地方。但偏偏喺呢個最關鍵嘅時候，秉權出盡全力，用最昂貴嘅藥插滿全身嘅喉管，硬生生將阿爸個靈魂扯翻入去嗰具已經唔用得嘅軀殼入面。你諗下，個靈魂想走，但肉身俾外力強行鎖住，走唔甩，留低呢，每一秒都要承受住肉身崩壞嘅劇痛。呢種狀態喺佛家嚟講，正正觸犯咗人生8苦入面最深嘅2種苦：愛別離苦同埋求不得苦。秉權以為自己好愛阿爸，唔捨得阿爸走，呢份愛變成咗鎖住阿爸嘅鐵鏈。老人家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嗰種日積月累嘅痛苦、掙扎同怨氣，日日喺間房入面盤旋。啲工人半夜聽到嘅所謂怪聲，其實就係老太公神識受盡折磨而散發出嚟嘅悲鳴。屋企嗰啲狗半夜狂吠，都係因為感受到呢股強烈嘅怨念同痛苦。所以邊度有鬼，一直折磨緊老人家嘅，根本唔係病魔，亦唔係怨鬼，而係秉權嗰份自私嘅唔捨得。佢為咗滿足自己，我已經盡咗全力救阿爸，我係一個大孝子嘅心理安慰，將親生阿爸困咗喺一個無期徒刑嘅人間地極入面。當一間屋入面最大年紀嘅長輩日日夜夜都處於一種極度痛苦、怨恨同掙扎嘅磁場之中，成個家族嘅氣場又點會好？古人講氣滅相連，一家人嘅運氣係互相兼引嘅。老太公係屋企嘅根，個根而家日日浸喺苦水同怨氣入面發爛，上面嘅枝葉又點會開花結果？所以秉權大仔生意無端端撻 Q， 損失慘重。二仔行下街會俾車撞斷腳，呢啲絕對唔係偶然。當家族嘅主氣場變成咗一個巨大嘅黑洞，佢就會將身邊所有子孫嘅福報、運氣甚至健康全部吸乾吸淨。呢個就係點解好多時我哋見到啲屋企為咗吊住老人家最後一口氣，搞到傾家蕩產，結果老人家受罪之餘，啲後生仔女都跟住黑氣纏身，做乜都唔信，因為你哋喺度逆天而行，用全家人嘅福報去同因果對抗。嗰晚，秉權企喺阿爸張床邊，望住阿爸，突然之間，本來一直昏迷嘅老太公竟然微微擘大咗對眼。秉權以為阿爸清醒返，激動到木埋去大叫：阿爸，你認得我嗎？我係秉權啊！但係老太公對眼根本冇招佢，佢死死咁盯住天花板，喉嚨度發出咕嚕咕嚕嘅怪聲。一隻枯瘦嘅手突然震騰騰咁舉起，竟然係想去掹走自己鼻哥度嗰條胃喉。秉權嚇到飆冷汗，第一時間捏住阿爸隻手，大叫：工人，工人，快啲入嚟幫住老太公隻手，佢又想掹喉啦！幾個工人衝入嚟，七手八腳咁將老太公對手綁喺床欄度。老太公眼角流出一行虼淚，喉嚨入面發出一聲極度凄涼，好似野獸絕望哀鳴嘅嘆息聲。
然後又昏死過去。炳權企喺度，成身出晒冷汗。嗰一刻，佢望住被五花大綁嘅阿爸，腦海入面突然閃過老街坊講嗰句說話：野鬼入屋。佢終於明白，阿爸根本唔想活落去，阿爸係求緊佢放手。自己以為嘅孝順，喺阿爸眼中同施酷刑嘅搖指手冇咩分別。炳權成個人軟癱喺地下，揞住塊面痛哭流涕。佢知錯啦，佢真係知錯啦。但係去到呢個地步，佢可以點做？唔通叫醫生即刻掹晒啲喉，然後企喺度睇住阿爸斷氣？咁做，佢過唔到自己嗰關，個心一樣會生生世世掙扎落去。如果就咁放手，算唔算係另一種造業？就在炳權走投無路，全家陷入絕望嘅時候，屋企突然嚟咗一個不速之客。呢個人唔係咩風水大師，亦唔係咩名醫，而係一個着住粗布衫、四圍雲遊嘅老居士。呢位老居士修持地藏經幾十年，對生死因果睇得透徹無比。老居士行入老太公間房，只係睇咗一眼就攬攬頭，講咗一句令炳權毛骨悚然嘅說話：你以為你喺度幫老人家續命？你知唔知人嘅一生有4個善終嘅關口，過得去係全家嘅福氣，過唔去你強行將佢留低，佢就會變成拖冧全家嘅災星。炳權好似捉住條救命草咁，眯埋去問居士：你講咩4個善終關口？我阿爸今年93啦，佢係咪過唔到關？我屋企最近猛咁出事，係咪真係？阿爸惹咗啲咩返嚟？老居士搖搖頭，示意炳權坐低，然後慢慢開口：世人成日話長命百歲就係福，其實呢句說話害苦咗好多人。你知唔知古人對生命嘅衰退係有一套好嚴密嘅觀察？人一生裏面有4個最關鍵嘅生死節點：68歲、75歲、82歲同埋90歲。炳權聽得一頭霧水，連忙追問：呢4個歲數有咩特別？呢4個歲數正正係人體乘住壞空4個階段入面肉身急劇崩壞嘅分水嶺。老居士用最平白嘅語氣解釋：68歲，人體陽氣開始大規模衰退。如果喺呢個時候無疾而終，走得安詳，可以保住家族3代平安。75歲，五臟六腑功能見底。若然喺呢個節點自然離開，後代子孫必定興旺。82歲，精氣神俱衰，走到呢度安詳閉眼，家業傳承就唔會斷。老居士停咗一停，望住床上嘅老太公，聲音變得凝重。至於第4個關口，90歲，能夠自然活到90歲，而且係舒舒服服咁走，呢個叫奇異之壽，係極大嘅福氣，可以保家族百年興旺。但係記住，前提係自然同善終。炳權個心猛咁一沉，口窒窒咁話：我阿爸今年93啦，瞓喺度插住喉都拖咗5年，即係話佢喺88歲嗰陣，其實已經走到人生最後嘅邊緣。你用盡一切外在嘅手段，將佢強行拉過咗90歲呢個大關。老居士一針見血咁點破：過咗90歲，肉身早就應該化為塵土。你而家唔係喺度延續生命，你只係喺度防腐。你強行將一個早就應該走嘅靈魂困喺一具腐朽嘅肉身裏面，呢種做法就係逆天而行。佛家有句說話講得好通透，叫生死有命，業報自受。呢句話唔係叫你認命消極，而係話俾你聽，每一個生命都有佢自己嘅容量同軌跡，就好似一個裝水嘅杯咁。老居士指住老太公：你阿爸個生命之杯早就穿咗底，一滴水都裝唔到，但係你唔捨得佢走，你點做？你就強行用水喉搏命向個杯度灌水。你知唔知啲水從邊度嚟？炳權面如死灰，搖搖頭：從你哋成個家族嘅腹部嗰度抽過嚟。老居士一字一句咁敲落炳權個心度：你大仔生意無端端撻 Q， 二仔行街被車撞，你以為係意外？當一個家族嘅核心長輩處於一種極度痛苦、日夜哀嚎嘅求死狀態，佢產生出嚟嘅巨大怨力就會將成個屋企嘅氣場徹底打碎。為咗填補你阿爸強行留命所消耗嘅能量，個天就會自動抽乾你哋啲子孫嘅運氣、財富甚至健康。所以
點解古人會話去到某啲年紀強行留命，反而會變成家族嘅災星？因為你喺度透支緊下一代嘅福報，去打一場根本冇可能贏嘅仗。秉權聽到呢度，眼淚崩堤咁流落嚟。佢一直以為自己係一個無可挑剔嘅孝子，點知自己嘅愚癡同執著，唔單止將親生阿爸推入無間地劫，仲差啲害死自己啲骨肉。居士，我知錯啦，我真係知錯啦。秉權跪喺床邊，喊到聲嘶力竭。但我可以點？唔通你叫我而家行過去，親手掹走阿爸啲胃喉同氧氣罩？我落唔到手啊！咁樣同殺人有咩分別？我下半世個心點安樂？呢個正正係無數香港中老年人面對至親病危時最痛、最解唔開嘅死結。放手，驚俾人話係不孝，驚自己良心過唔去；唔放，就眼白白睇住至親日日受凌遲之苦。老居士行埋去，雙手扶起秉權，眼神變得無比慈悲。你搞錯咗一樣嘢，我由頭到尾都冇叫你親手去結束佢嘅生命。生死從來唔係由幾條膠喉去決定嘅。你阿爸之所以走唔到，唔係因為嗰幾部機器勁，而係因為佢感應到你嗰份極度強烈嘅唔准走嘅執念。老人家最忌就係仔女，你一日喺度喊天搶地，死扯住唔放，佢個神色就算再痛苦，都唔敢就咁離開。係你個心鎖住咗佢，唔係啲喉管鎖住咗佢。老居士指住窗外漸漸暗落嚟嘅天色，語氣變得異常堅定。今晚我哋唔燒符，唔擺陣，亦唔需要叫醫生掹喉。我要你做嘅係一場真正嘅告別。只要你肯講出一句說話，解開你自己個心結，你阿爸嘅靈魂今晚就可以瞬間平靜落嚟，得到真正嘅解脫。秉權成個人呆咗，眼淚都停咗。秉權企喺阿爸張床邊，對手仲震緊。佢望住老居士，眼神充滿疑惑同期盼。唔使掹喉，唔使揾法師開彈作法，就咁講一句說話，真係可以解開阿爸5年嚟嘅痛苦。老居士行到床尾，望住床上痛苦喘息緊嘅老太公，然後轉頭同秉權講：佛家有5隻字，叫萬法唯心造。你以為鎖住你阿爸嘅係呢啲塑膠喉管，係嗰啲吊鹽水嘅架？錯啦！世間上最堅固嘅監牢，從來都係人嘅心。我試下用一個最貼地嘅比喻去解釋俾你聽。當一個人走到生命盡頭，就好似一個已經買咗火車飛，準備去下一個長途旅行嘅人。佢企喺月台度，火車已經埋站，車門都開埋。佢本來只要一抬腳就可以舒舒服服咁上車走人，但係呢個時候，佢最死嗰啲屋企人全部撲埋去，死死咁攬住佢對腳，喊到呼天搶地。你唔好走啊！你走咗我哋點算啊？你留低陪我哋啦！你話呢個人仲點行得喐？佢就算明明知班火車係去一個極樂清靜嘅地方，但睇見啲仔女喊到咁，佢個心就會生起極大嘅牽掛同不捨。結果火車開走咗，佢走唔甩，只能夠孤零零咁留喺一個又凍又黑嘅月台度，受盡寒風吹打，亦即係困喺嗰具已經敗壞嘅肉身裏面，日夜受煎熬。老居士同秉權講：你而家要退一步，鬆開你攬住阿爸對腳嗰雙手，你要俾佢知道，班火車已經到咗，佢可以安心上車。呢個就係最高級嘅超度，唔係靠燒衣紙，而係靠你真正嘅放下。秉權深呼吸咗一啖氣，眼眶通紅咁問：居士，我究竟要點同阿爸講？行埋去，捉住佢隻手，貼近佢耳邊，用你最真誠嘅心，清清楚楚咁講3句說話。老居士語氣變得好莊重。第一句，肯定佢成世人嘅付出；第二句，俾佢走嘅許可；第3句，保證你哋會好好生活。記住，講嘅時候一滴眼淚都唔准流，因為親人嘅眼淚對即將離世嘅神識嚟講，就好似滾水碌腳咁痛，會令佢哋個心亂晒大坑。秉權點點頭，強忍住眼淚，慢慢行到床頭。佢伸出雙手，輕輕握住老太公嗰隻枯瘦、冰冷、被綁喺床欄度嘅手。嗰一刻，秉權腦海入面閃過無數個畫面：阿爸後生嗰陣點樣捱更抵夜做生意養大佢，點樣拖住佢隻手去行街，
點樣喺佢做錯事嗰陣教訓佢。而眼前呢個老人家只剩低一把骨頭，連唞氣都好似拉風箱咁辛苦。秉權將個頭孔埋老太公耳邊，用微微發震但非常清晰嘅聲音講：阿爸，多謝你辛苦成世，養大我哋幾個化骨龍，你個任務已經做得好圓滿啦，我哋好感激你。床上嘅老太公原本緊皺嘅眉頭竟然微微跳動咗一下，秉權咬緊牙關，吞咗一啖口水，繼續講第二句：阿爸，你個身體已經壞咗，唔好再要啦，佛菩薩嚟接你，你就安心跟住光走，千祈唔好再掛住我哋，亦都唔使再驚。我今日喺度答應你，由呢一秒開始，我絕對唔會再夾硬留你受苦，我放你走，你安心行啦。講到呢度，奇蹟發生咗，老太公喉嚨入面嗰啲一直咕嚕咕嚕作響嘅濁氣聲突然之間停咗，佢原本板緊到好似石頭咁嘅肌肉，竟然肉眼可見咁鬆弛落嚟，一直反白嘅雙眼款款合上，面容上嗰種痛苦扭曲嘅表情，好似被一隻無形嘅手輕輕抹平咗咁。秉權忍住幾乎要奪眶而出嘅眼淚，講埋最後一句：阿爸，我哋成頭家，我會好好睇住大仔、二仔，我都會照顧好，你放心去啦，我哋會好好過日子。講完呢三句話，老居士隨即喺旁邊敲響咗一聲清脆嘅引擎叮，清音回蕩喺成間大屋裏面。老居士教秉權同屋企啲工人一齊雙手合十，唔好喊，亦唔好亂諗嘢，只係一心一意咁念誦南無地藏王菩薩嘅聖號，用最清靜、最平和嘅能量去照亮老太公神色離開嘅路。間房入面再冇嗰啲陰森可怖嘅氣氛，反而慢慢彌漫住一種講唔出嘅安靜同祥和。嗰種感覺就好似一個喺黑房入面困咗好耐嘅人，終於見到有人推開咗一扇窗，陽光照咗入嚟咁舒服。秉權冇叫醫生掹喉，亦冇去熄停嗰啲衛生儀器，但係當佢個心真正放低嗰一份唔捨得嘅執念，當佢真心誠意咁將呢份放手嘅信息傳達俾阿爸嘅神識之後，一切都變得順理成章，萬法唯心造，心結一解，生死嘅大門自然就會打開。當房入面嗰部心跳儀器慢慢變成一條平線，發出長長嘅毛聲嗰陣，間屋出奇地平靜，冇撕心裂肺嘅嚎哭，冇慌亂嘅搶救。秉權企喺床邊望住阿爸張臉，5年啦，老太公張臉從來都係扭曲、痛苦、眉頭深鎖嘅，但而家佢嘴角竟然微微向上尖起，帶住一絲似有若無嘅微笑。嗰種感覺就好似一個孭住100斤重擔行咗好遠路嘅人，終於可以將個擔挑抌低，舒舒服服咁伸個懶腰。秉權冇喊出聲，佢只係合埋雙眼，喺心入面默默咁念誦老居士教佢嘅地藏聖號。嗰一晚，成間大屋嘅氣場徹徹底底咁變咗，原本嗰種好似浸喺冰水入面，壓到人唞唔到氣嘅陰森感覺，一掃而空，換嚟嘅係一種好輕盈、好通透嘅平靜。老太公嘅身後事，秉權冇大搞。老居士同佢講，唔需要請幾十個法師敲鑼打鼓做大龍鳳，亦唔需要燒幾層樓高嘅紙紮大屋，嗰啲只係做俾活人睇嘅虛榮。真正對亡者好嘅，係全家人守住清靜嘅心，食素念佛，將呢份平靜嘅功德回向俾佢。奇蹟就喺老太公出殯之後嘅短短1個月內，靜悄悄咁發生。首先係大仔嗰邊，本來嗰幾單已經完全傾架咗，搞到公司爭啲資金斷裂嘅大買賣，突然之間峰回路轉。原本搶走單生意嗰個對手，因為內部出咗嚴重問題，臨時退場。啲客竟然主動翻轉頭揾大仔簽約，跟住係二仔，佢斷咗腳骨，醫生本來話佢年紀唔細，最少要挨幾次手術，仲隨時有手尾跟。點知復線嗰陣，連主診醫生都覺得不可思議，啲骨埋口埋得特別靚，連物理治療嘅時間都縮短咗一半。最明顯嘅係秉權屋企嗰幾隻唐狗，以前一到半夜，佢哋就會對住老太公間房狂吠，吠到成家人飆冷汗。但自從老太公走咗之後，啲狗晚晚都瞓得好冧，甚至有時會喺老太公以前坐開嗰張搖椅旁邊，擺住尾咁趴喺度曬太陽。秉權有一日專登去拜訪那位雲遊嘅老居士，
帶住滿心嘅感激同疑惑問居士：點解我阿爸一走，屋企啲衰運就好似一陣風咁散晒？難道之前真係阿爸喺度責怪我哋？老居士笑笑口咁斟咗杯茶俾佢，慢慢講：佛法裏面有一句好根本嘅說話，叫諸法因緣生，諸法因緣滅。意思好簡單，世間所有嘢緣分到咗就會聚埋一齊，緣分盡咗就應該自然散開。呢個係宇宙間最大嘅法則，叫天道。你之前夾硬用儀器、用藥物去拖住你阿爸，其實就係喺度抗拒呢個法則。你以為你喺度盡孝，其實你係喺屋企裏面人為咁製造咗一個巨大嘅業力結。老居士用手指點台面上一滴水，拉出一條水痕，水向低流，本來係好順暢嘅，你硬係要揾嚿大石塞住條河，啲水流唔過去，就會向兩邊泛濫，沖爛兩岸嘅農田同房屋。你大仔嘅破財，二仔嘅血光之災，甚至屋企嘅陰氣，就係因為你塞住咗生命自然流動嘅河道，搞到啲負面能量無路可走，反噬全家。而家你肯鬆開對手，放低你自己嗰份唔捨得嘅自私執念，等於將條河入面嗰架大石搬走，你阿爸嘅靈魂得到解脫，順利去咗下一個善道。佢由一個喺病床上受苦受難嘅活餓鬼，變翻做一個清靜安詳嘅仙人。一個喺善道嘅仙人，自然會成為護佑子孫嘅力量。條河通返，你哋全家嘅運氣、福報，自然就順風順水，物歸原主。秉權聽到呢度，恍然大悟，眼淚忍唔住又流咗落嚟。原來一直捆綁住成家人嘅，從來都唔係咩惡鬼邪靈，亦唔係咩風水敗局，而係人嘅貪心同痴念。我哋成日講積福積福，好多人以為捐幾多錢去起廟，放生幾多條魚先叫積福。其實面對至親走到人生盡頭，你能夠頂住世俗嘅眼光，痛下決心俾佢體面咁，冇痛苦咁離開，唔將自己嘅不捨建築喺佢嘅肉身折磨之上，呢一份大悲大捨，先係世間上最大嘅福德。你幫佢解開咗肉身嘅枷鎖，個天就會幫你解開家族嘅厄運。呢個就係最真實嘅因果。故事講到呢度，秉權一家總算走翻出陰霾，重新過上安穩嘅日子。但係聽緊呢個故事嘅你，心裏面可能會有一個好現實嘅掙扎。你可能會諗：我明啊，放手係對佢好，但當有朝一日瞓喺病床度，嗰個係我自己，或者係我最愛嘅另一半，我哋究竟要點樣做，先可以確保自己唔會跌入呢種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嘅困局？難道只能夠將決定權交俾嗰啲喺床邊喊到六神無主嘅仔女？呢個正正係好多步入中年甚至老年嘅朋友心底裏面最深層嘅恐懼。我哋驚嘅唔係死，我哋驚嘅係去到最後一刻，自己連話事權都冇埋，只能夠任由啲仔女因為佢哋嘅唔捨得，將自己強行綁喺張床度受折磨。其實要破呢個局，答案一直都喺你自己手裏面。傳統嘅觀念成日將長命百歲當做最高級嘅祝福，去飲宴，去拜壽，人人都講呢句。但係經歷咗咁多事，睇透咗生死因果之後，你會發現盲目追求歲數嘅長度，根本就係一種世俗嘅迷信。生命嘅價值從來都唔係用日曆去量度嘅。一具已經失去晒所有尊嚴，日日要靠人抽痰換尿片，連痛都叫唔出聲嘅肉身，就算俾你捱多10年8年，又有咩意思？呢啲唔叫長壽，呢啲叫受刑。佛家有一部好出名嘅經典叫《心經》，入面有一句說話叫做心無妖礙，無有恐怖。意思即係話，當你個心冇咗牽掛同執住，你就自然唔會再有恐懼。點解我哋會對死亡有恐怖？點解去到最後關口會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？因為我哋將呢具肉身睇得太重，我哋以為呢個新婦就係我，但老實講，呢個肉身只不過係我哋借嚟喺世間行一轉嘅旅館之嘛。你住酒店，間房啲水管爆晒，天花板又冧，4部牆都發晒霉，出面明明有另一間更加清靜、更加好嘅新房等緊你，你點解仲要死死攬住條爛門匙唔肯走？要做到真正嘅走得體面，唯一嘅方法就係趁你而家仲清醒、仲行得走得嘅時候，自己同自己和解，
然後將呢份和解嘅決定清清楚楚咁交代俾你啲仔女聽，唔好避忌，唔好覺得講死唔吉利。你要揀一個平靜嘅下鎮，同你最親嘅屋企人坐低，好坦白咁同佢哋講，如果有一日我個身體真係去到盡頭，醫生話冇得醫，你哋千祈唔好同我插喉，唔好同我做心肺復甦，唔好夾硬將我留低，你哋俾我舒舒服服、虔虔靜靜咁走，呢個就係對我最大嘅孝道。我唔會怪你哋，佛菩薩亦都會保佑你哋。你知唔知，當你講出呢番說話，甚至白紙黑字寫低佢嗰陣，你其實係做緊一件功德無量嘅事，因為你將拔喉定係唔拔喉，夠定係唔夠，呢個足以壓垮任何人良心嘅千斤重擔，由你啲仔女嘅膊頭上面攞咗落嚟，你親自孭起咗呢個因果，你俾咗佢哋一個可以放心俾阿爸阿媽走嘅許可證。你唔好睇小呢個決定，好多仔女喺父母臨終前死咬住唔放，唔係因為佢哋真係想父母受苦，而係因為佢哋過唔到自己良心個關，驚俾親戚朋友指住背脊鬧嗚咽。當你預先講明你嘅意願，佢哋就只係遵從遺願，而唔係放棄治療。呢一份體貼就係你留俾子孫最大嘅福報同慈悲。故事入面嘅炳權用咗5年嘅傾家蕩產，全家雞犬不寧，先至換嚟一個血淋淋嘅教訓，學識點樣去放手。而你今日聽完呢個故事，已經比佢早行咗好多步。所謂嘅命數玄學，好多時都係嚇好啲心虛嘅人。真正嘅大智慧係教你睇清自己個心，你個心唔執住於肉身嘅長久，你嘅命運就唔會俾病魔同醫療儀器綁架。有尊嚴咁活，有體面咁走。當因緣聚會嘅時候，我哋好好珍惜身邊嘅人；當因緣散去嘅時候，我哋揮一揮手，微笑告別，互相祝福。呢個先至係順應天道，先至係真正圓滿嘅善終。好啦，今日嘅故事同道理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。希望呢一番說話可以解開你心裏面某啲關於生死、關於親情嘅結。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對你有啟發，或者你身邊有朋友正為咗屋企老人家嘅病而心力交瘁，不妨將呢條片分享俾佢睇。可能你嘅一個分享就係幫緊一個家族走出困局。記得點擊訂閱呢個頻道，同埋吞住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下一次嘅分享。最後，我想同大家做個小互動，喺評論區寫低你而家最放唔低嘅一件事，或者係一個最放唔低嘅人，唔需要寫得好長，就咁寫出嚟。有時候，當你肯將心入面嗰個大石化成文字放低，你個心自然就會鬆啲。我哋下一期再慢慢傾。